家好啊！我又喺機場啦。咁咧，我一陣間咧就會坐咧4:30咧出發嗰班飛機咧直飛香港嘅。咁其實今次咧，咁我翻香港啦，咁啊除咗主要啦，咁可以咧見到大家啦，咁喺公司嗰度吹下水啊，講下音響經之外啦嚇。咁其實咧，我仲有咧2場咧好重要嘅活動咧係會搞嘅。咁啊，其中一場咧就會喺11號星期3晚。咁咧，我哋會有一個咧 DS Audio 啊呢一隻咧最近咧非常之高性價比嘅光學長頭啊嘅試聽啦，同埋分享活動嘅。好啊，咁啊另一場啦，咁會喺咧14號，亦即係星期6嘅晏晝啦嚇。咁我哋咧就會有Acoustic Rewind 啦。咁啊最近呢一隻非常之人氣嘅接地降噪端子咧嘅分享試聽活動嘅。咁啊大家仲可以咧就親身咧喺現場咧感受到啦嗱呢一紮端子嘅威力嘅。咁啊同場啦，咁我哋咧仲會有呢一隻咧 RTP6 Final 啊呢一隻終極重量級旗艦拖板咧嘅試聽嘅。咁啊節目相當精彩嘅。咁啊具體嘅報名活動啦，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咁我哋Facebook 咧會稍後會公佈啦。咁咁差唔多我都上飛機啦。咁15個鐘頭後香港見，拜拜。